来，这韩国瑜第一时间是昨日的面册来宣布，讲要甲立委江启臣来结党来竞选到正副院长。不过，立委王宏伟讲，这党内事先拢唔知影这个代志。啊，即摆布坤奇嘛有意思要来争取。立委洪明凯讲，国民党内会先来举办着假投票，最后推出一组的人选。 准立委韩国瑜今仔日中昼请拿赢立委食饭，这顿就伫咧韩国瑜宣布韩江配抢立院龙头了后，韩江配，确实我所了解啊，大家很多人都不知情。那我自己本身，也之前也完全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。歹势直接讲支持无支持，因为另外一边嘛有人另外有暗算。 不管是老将也是新科立委当选的第一时间，拢有受到立委布坤奇的祝福，甚至搁打电话来恭喜。不过，这个礼数用伫咧这个敏感的时机。资深的立法委员像傅昆萁委员，他也希望可以角逐立法院的院长。那在下礼拜的谈话会之后，是不是大家可以共同来协商？我们内部也许会进行先假投票的部分。那当然，我们一定会到最后推出代表国民党团的正副院长。 人选派多一组也阁超未好势，不过民进党是早就上准啊。民进党都有谈到我嘛哈，不过要完成法定程序，我才是这个民进党的代表。蔡其昌没有个人的立场，我都配合党跟党团的运作。 那着拢杀出家己的人选，恐惊互民众党原本有关键影响的这个百姓。 不排除可能自提人选，又或是我们全部都投给蓝的，或都投给绿的。想要伫咧拿捏两个大党之间求生存，民众党提出各种方法，爱伫咧这场战争当中有话语权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